近排學校嘅回收箱入邊有好多唔應該出現嘅垃圾啊！係啊，呢啲垃圾真係整到個校園好唔衞生啊！呢啲垃圾唔單止唔符合回收標準，仲會滋生好多細菌同埋蚊蟲，仲發出一陣好臭嘅味添。呢啲問題喺學校亦都好困擾我哋嘅校工，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作出一個改變。我哋 train 嘅 AI 圖像識別模型，主要可以分類幾種常見嘅回收物，包括紙張、金屬同埋塑膠。我哋呢度可以睇到有一啲一般嘅垃圾。咁咩就係一般嘅垃圾呢？咁我哋呢度可以睇到一啲未經清理嘅膠樽、食物包裝，仲有一啲污糟嘅紙巾，呢啲都被稱為一般嘅垃圾。從畫面中可以睇到我哋嘅 AI 模型能夠分別分類3種回收物同一般垃圾。呢個係我哋嘅擴展裝置，咁呢個係一個蓋就可以適用於任何嘅回收箱啦。咁佢嘅內置裝置都好齊全嘅。首先呢，我哋呢度有個自動嘅上鎖系統，每一當個 Kitten Bot 去 detect 到一啲唔乾淨或者唔正確嘅回收物，佢就會自動上鎖。咁相反，如果係 detect 到一啲正確嘅回收物，咁佢就會自動打開，而且呢個就有個自動嘅開蓋系統，係透過槓桿原理去運作嘅，咁就可以令到啲同學可以衞生咁樣處理嗰啲回收物。咁喺消毒方面，我哋呢一度就有個 UVC 嘅紫外線消毒燈，同埋含有高強度酒精嘅噴霧，咁就可以好乾淨咁樣消毒到嗰啲回收物，同埋可以避免滋生細菌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嘅臭味感應器啦。咁每當佢 detect 到例如 PM2.5嗰啲嘅臭氣嗰陣時候，並發現佢哋嘅濃度太高嗰陣時候，就會通知嗰啲校工去及時咁樣處理呢啲回收物。我哋嘅回收箱外置插件仲包括超聲波感應器，我哋喺每一個角落頭都會擺一個超聲波感應器，將佢哋計到嘅距離加埋一齊，再除以4，得到佢哋嘅平均數值，再除以佢嘅總距離，再乘溫100%，就可以知道個回收箱有幾滿啦。而家我哋就有紙張嘅垃圾。呢個係我哋提供俾學校嘅監察 App。登入咗之後呢，就可以睇各樓層嘅回收箱狀況。如果過滿嘅話，佢就會話俾你聽，提示你去清理，同埋會話俾你聽個臭味程度。廢物回收，全片亞洲，攜手同行，持之以恆。我哋希望可以將呢個發明推廣至香港嘅全部學校。多謝。